隱秘城堡入面嘅寶藏謎語。喺一個被群山環繞、霧氣彌漫嘅遠離塵囂嘅地方，有一座充滿傳說色彩嘅古老城堡。呢座城堡外表雖然顯得有啲陳舊，但實際上隱藏住幾百年嚟嘅秘密同奇蹟。傳聞話呢個城堡唔係普通嘅建築，而係一個聚集咗無數寶藏同謎語嘅神秘所在。每到夜晚，月光映照落嚟，城堡輪廓若隱若現，好似喺默默邀請所有懷住好奇心嘅人前嚟探尋入面嘅奧妙。細個嘅亞宇係個對探險充滿熱情、對世界充滿好奇嘅小朋友。由細佬起，佢就已經聽過好多關於呢座城堡嘅傳說。有一日傍晚，亞宇收到咗一封充滿神秘色彩嘅信。信紙上用古樸字跡寫住：勇敢嘅仔仔，請聽從你內心嘅指引，前往隱秘城堡，解開塵封已久嘅寶藏謎語。你嘅智慧同勇氣將會為你指引前路。信尾冇留名，只係印低一個神秘嘅印章，就係城堡徽章，上面印住一隻展翅高飛嘅金色鷹。亞宇讀完信之後，心跳即刻加快，佢知道呢一定係命運嘅召喚。雖然年紀細，但佢早已由父母同老師嗰度聽過唔少關於勇者嘅故事，明白每一次探險都有機會改變人生。懷住對未知世界嘅無限渴求同一絲細膩嘅緊張感，亞宇決定踏上旅程，前往傳說中嘅隱秘城堡。佢整理好簡單嘅行李，帶上咗佢最中意嘅毛絨熊，同埋一盞微弱卻溫暖嘅夜燈，就咁踏上咗通往神秘之地嘅小徑。沿住蜿蜒曲折嘅山路，亞宇行入咗一片幽靜嘅森林。呢度嘅樹木又高又密，枝葉繁茂，好似一把又大又綠嘅天然遮陽傘，幫佢擋住炎炎夏日嘅烈日。森林入面唔時傳來啲小動物嘅低語，同埋鳥仔喺樹枝上歡快嘅歌聲，每一聲嘅鳴唱都似喺講述住關於古城堡嘅故事。微風吹過，夾帶住淡淡嘅花香同泥土味，令人覺得十分安心。亞宇邊欣賞住大自然嘅美景，邊反覆咀嚼住信上嗰啲神秘而充滿挑戰嘅字句，內心既激動又充滿期待。正喺亞宇行到一個寧靜湖邊嘅時候，忽然間天際劃過一道耀眼嘅亮光，湖水喺光芒下閃爍住金色火花，湖中央隱約出現咗一個小島，而島上似乎矗立住一座迷你城堡。湖面上輕霧彌漫，仿佛正低聲呼喚亞宇，邀請佢上前一探究竟。亞宇停低咗腳步，專注咁望住湖水中嗰道耀眼嘅光芒，心中頓時湧起一股莫名嘅勇氣同決心。佢知道呢個景象可能就係通往城堡寶藏謎語嘅第一個線索。喺湖邊，亞宇遇到咗一位年紀較大嘅漁夫。呢位漁夫留住長長嘅白鬚，眼神中滿載住慈愛同智慧。佢和藹咁對亞宇講：仔仔，呢個湖泊藏住古老嘅秘密，只有心地善良同充滿勇氣嘅人，先至能夠窺見入面嘅真諦。你肯唔肯接受呢個考驗呢？亞宇毫不猶豫，眼中閃爍住對冒險嘅熱情，即刻點咗下頭。漁夫隨即將一把鑲咗藍色寶石嘅古鎖匙交俾佢，低聲囑咐：呢把鎖匙會喺你最需要嘅時候，幫你打開通向真相嘅大門。記住，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嘅直覺，佢會引領你走向最終嘅寶藏。就咁，亞宇帶住信、鎖匙同滿腔熱血，開始咗佢未知嘅旅程。佢唔知前面等住佢嘅究竟係啲乜謎題同挑戰，但佢堅信每一道謎語背後都隱藏住驚喜同成長。由此刻起，城堡唔再只係傳說，而係變成咗佢心中通向未來光明嘅神秘門扉。
亞羽緊握住漁夫交俾佢嗰把藍寶石鎖匙，雙眼閃爍住興奮嘅光芒。佢知道前面一定仲有更多神秘嘅挑戰等緊佢，但佢內心並冇絲毫猶豫。湖水波光粼粼，宛如一道流動嘅銀幕。亞羽望住水中倒影出嚟嘅自己，暗自鼓勵：我一定要解開隱秘城堡入面嘅寶藏謎語。跟住漁夫指引，亞羽踏上一條鋪滿青苔嘅石橋。橋下湖水平靜，但偶爾會有奇異嘅光點喺水底閃爍，仿佛有某種神秘力量喺湖底潛伏住。當亞羽行到石橋中央，忽然之間，湖水泛起陣陣波紋，一陣輕霧彌漫四周。橋嘅另一端竟然出現咗一座高大嘅城門。城門上雕刻住繁複嘅花紋，每條紋路都似乎講述住一個古老嘅傳說。亞羽小心翼翼咁行到城門前，抬頭望住門上嘅銘文，嘴裏輕輕讀出嚟：勇者所致，智慧為藥。佢知道呢個城門唔係用一般鎖匙可以打開，而係需要用智慧去解開一道謎題。忽然，城門中央嘅石板緩緩劃開，露出一行閃爍住微光嘅古老文字。有時佢高高在上，照亮世界；有時佢消失無蹤，卻令黑夜降臨。我每日見到佢，但從未能真正觸碰佢。佢係乜嘢？亞羽皺起眉頭，仔細思考住呢個謎題。佢環顧四周，夜色已經漸漸籠罩大地，天空中掛住一輪明亮嘅月亮。佢望住夜空，忽然靈光一閃，興奮地大聲答：答案係太陽。剎那間，城門上嘅文字發出一陣金色嘅光芒，然後輕輕震動，發出咔嚓一聲，城門自動打開。亞羽內心充滿激動，佢知道自己已經成功踏出第一步，正式進入傳說中嘅隱秘城堡。踏入城門之後，眼前景象令佢驚訝萬分。呢座城堡裏面並冇佢想象中咁破舊，相反，牆壁上鑲滿閃閃發光嘅寶石，每一塊石磚都雕刻住精緻嘅圖案，地面上鋪住厚厚嘅紅色地毯，好似迎接重要貴賓一樣。但亞羽知道呢座城堡入面仲有更多未解之謎等待佢去破解。亞羽踏入城堡後，四周變得寂靜無聲，只有牆上的燭光微微搖曳，映照出金碧輝煌但又透着神秘氣息的環境。城堡內部不像一般古老建築咁布滿塵埃，反而保持得十分乾淨，仿佛一直有人在打理。沿住長長嘅走廊行，亞羽發現呢條走廊冇盡頭咁長，每當佢踏出一步，四周牆壁上嘅燭光都會變得明亮一些，好似有無形嘅力量指引緊佢前行。佢心跳加速，知道呢座城堡絕對唔普通。行咗一段時間，亞羽終於見到走廊盡頭有3條岔路，每條路嘅入口上都站住一座栩栩如生嘅石像。左邊係一隻威猛嘅獅子，中間係一條盤旋嘅巨龍，而右邊則係一隻張開雙翼嘅貓頭鷹。忽然間，3座石像竟然開始動起嚟，佢哋眼中閃爍住幽幽藍光，然後異口同聲地講：女人，前面有3條道路，每一條路都通向不同嘅命運。你必須回答我哋的謎語，答案將會指引你走向正確之路。亞羽深吸一口氣，點點頭，準備接受考驗。首先，獅子開口低沉地問：我擁有無窮力量，能摧毀堅硬嘅石頭，但我自己卻毫無形狀。請問我係乜嘢？亞羽思考片刻，然後自信地回答：答案係風。獅子滿意地點頭，佢身上的石紋微微閃爍，但並冇移動。接着，盤旋的巨龍張開嘴巴，吐出一道微光，然後問：
我有無數面貌，每日變化萬千，能反映世界，但從來冇自己嘅樣貌。我係乜嘢？亞羽沉思咗一陣，望住自己腳下反射出燭光嘅地面，然後笑住答案係鏡子。巨龍輕輕手，他嘅石像身體輕輕顫動一下，但仍然保持不動。最後，貓頭鷹用低沉但充滿智慧嘅聲音問：我可以將黑夜變成白晝，能夠指引方向，甚至可以傳遞信息，但我唔係人類。我係乜嘢？亞羽靜靜望住城堡牆壁上閃爍嘅燭光，然後回憶起夜晚嘅星星，於是微笑答案係燭光。突然間，三座石像同時震動起嚟，然後佢哋異口同聲地講：你嘅答案全部正確，勇敢嘅孩子，你可以選擇通往下一步嘅道路。話音剛落，中間嘅巨龍石像緩緩移開，露出一道通往深處嘅秘密通道，裏面透出微弱嘅藍色光芒，仿佛正召喚住亞羽繼續前行。亞羽心中滿是興奮同期待，佢知道自己距離寶藏同城堡秘密又近咗一步。亞羽鼓起勇氣，踏入巨龍石像讓開的通道，隨着他的腳步聲在幽靜的通道內回響，藍色的微光在牆壁上流動，仿佛一條條緩緩流淌的河流。這條通道明顯比之前的走廊更加神秘，牆上掛滿了一幅幅古老的壁畫，每一幅都好像在訴說一個古老的故事。亞羽仔細觀察這些壁畫，發現它們有一個奇怪的特點，畫中的人物和場景竟然會動。第一幅壁畫描繪了一位年輕的探險家，他站在與亞羽現在身處的城堡大廳相似的地方，手中拿着一本發光的書，而他身後則是一扇奇異的金色大門。亞羽繼續往前走，第二幅壁畫顯示這位探險家打開了那扇金色大門，裏面露出了一座滿是寶藏的房間，但同時他的背後也出現了一道詭異的黑影，仿佛是某種魔法的詛咒正在降臨。呢啲難道係預言？亞羽輕聲喃喃自語。當他走到最後一幅壁畫時，整條通道突然震動起來，壁畫中央的位置裂開，一扇金色的大門緩緩浮現，上面刻着一句古老的文字：時間掌握命運，選擇決定未來。亞羽明白，這道門可能就是關鍵。他伸出手，輕輕觸碰金色大門，大門立即發出一道耀眼的光芒，將他整個人包圍。當光芒消散時，亞羽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站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空間裏，這裏不像城堡，而更像是一個巨大的鐘樓，四周懸掛着無數時鐘，每一個時鐘的指針都以不同的速度轉動着。在鐘樓中央浮現出一道幽藍色的光幕，一個蒼老但溫柔的聲音響起：孩子，你已經來到時間之門的核心。要想獲得寶藏，你必須解開最後的謎題——時間的秘密。光幕上浮現出3行文字：當你失去它，你會後悔莫及；當你珍惜它，它會為你帶來無限可能。它無法被觸碰，但可以被記錄。它是什麼？亞羽沉思片刻，然後自信地回答案係時間。剎那間，整個鐘樓發出金色的光芒，所有時鐘的指針瞬間靜止，而金色大門也緩緩打開，露出一條通往城堡最深處的樓梯。亞羽深吸一口氣，踏上樓梯，金色的微光在腳下流轉，仿佛指引他走向某個神秘的終點。樓梯的盡頭是一扇雕刻華麗的大門，上面布滿了古老的符號，門把手是2條盤旋的金龍，他們的眼睛鑲嵌着閃閃發光的藍寶石。當亞羽將手輕輕放在門上時，
金龍的眼睛瞬間發出耀眼的光芒，大門無聲地向內打開，一陣柔和的光芒從裡面湧出，照亮了亞羽的臉龐。寶藏室，亞羽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房間中央擺放着一座巨大的黃金寶箱，周圍則堆滿了各種珍貴的珠寶、古老的書籍和閃閃發光的水晶，每一樣都像是來自傳說中的奇蹟之物。終於找到了，亞羽興奮地走向寶箱，雙手緩緩地推開它的蓋子，心跳加速地期待裡面的寶藏。然而，當他完全打開箱子時，卻愣住了。裡面並沒有金銀珠寶，只有一本泛着微光的古書，封面上刻着幾個古老的字跡：智慧的寶藏。這就是寶藏？一本書？亞羽猶豫了一下，但還是小心翼翼地翻開書頁。剎那間，整個房間充滿了金色的光芒，書中的文字開始漂浮起來，像是活過來一樣在空中閃耀。熟悉的蒼老聲音再次響起：真正的寶藏不是黃金與珠寶，而是智慧與知識。只有願意學習與探索的人，才能真正獲得無窮的財富。亞羽突然明白了，這座城堡的寶藏不是物質上的財富，而是一種智慧的傳承。這本書裡記載了古老文明的秘密、失落的魔法知識，甚至還有改變世界的智慧。他小心地合上書，放入背包，心中充滿了一種奇妙的滿足感。當他轉身準備離開時，房間的光芒逐漸變暗，一道金色的門出現在他面前，似乎正等待他踏出最後一步。亞羽微笑着走進門，光芒再次包圍了他。當他睜開眼時，已經回到了城堡外的庭院，夜色寧靜，星空閃爍，一切仿佛是一場夢。但亞羽知道，這不只是夢。他真正發現了一個比黃金更珍貴的寶藏，追尋知識的勇氣與探索世界的精神。他回頭看了一眼那座神秘的城堡，嘴角揚起一抹笑容，然後邁開步伐，踏上了回家的旅途。